2026年2月1日常年期第4主日，福音神貧的人是有福的。恭讀聖馬竇福音5章1節至12節。那時候，耶穌一見群眾，就上了山，坐下。他的門徒來到他面前，他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說：神貧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；哀慟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受安慰；溫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；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得飽飫；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受憐憫；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；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；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，捏造一切壞話，毀謗你們，你們是有福的。你們歡喜踴躍吧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。上主的話。有福的人，並非世俗認為的強者、富有者或權勢者，而是那些在靈性上謙卑慈悲、追求正義、心地純潔的人，征服顛覆人間的價值觀，揭示出天主國。